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0日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本土破5,000例，但是中预估未来1天可能就会加45,000人确诊，加强会有500万人染病。快台市这4家拢无会，网络风声讲徛名册明仔载实施，指挥中心驳回这是假消息。代替工会唔加班的活动，所以劳动节迄天所有的火车车帮取消，代替会室的呼吁民众取消行程。新闻头开先，赶紧来关心疫情。今日国内是增加5,092例的本土，新北占1,731例上介多。另外，今日是增加一个重症的个案，已经做过3档疫苗，本身有慢性病，目前伫咧加护病房治疗。也若是重症是增加10例，有4个人完全无做过有风险。所以指挥官陈时中就预估，疫情到上严重的时阵，1天可能会超过4万人确诊，全单元加强会有500万人染病，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射，地方政府嘛爱做好准备。伫新竹科航园区的这栋大楼咧清扫，因为传出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有员工确诊新冠肺炎，新竹市政府证实这间公司有3员工染疫。经疫调后确认，陆续有3例新竹市的个案是任职于新竹科的某科技厂，那3人皆在外县市接触到确诊者或是足迹重叠。地方政府拢加强防疫，因为24拜日增加5,092例本土确诊病例，各创高级新冠。22县市拢总区，其中新北市增加1,731例上济，第二是桃园市1,071例，台北市1,017例，基隆市301例，甲花莲市182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未来确诊病例会愈来愈多。这个疫情是一定会往上升，那注意就是我们相关的疫苗、药物、快筛，轻重分流要把它做好。另外，也增加11例中重症患者，其中1个重症是50多岁男性，本身有糖尿病史，做过3期疫苗，伫加护病房用瑞德西韦治疗当中。另外10例重症患者是50到80多岁，也拢慢性病史，其中有4例疫苗1剂拢无做。血氧比较低，低于94%。那胸部的 X 光都有肺炎，那使用的药物都是瑞德西韦。台湾疫情相关有6个人确诊的，但是中指出，依照国卫院的模型推估，相关点会落伫个5日确诊4.5万人，而且会维持一段时间，上济会有500万人染疫。推估这疫情，我们还是量敌从宽，然后以这样子来推估我们的总人数，那可能有到350万可能会较高的话，有到500万。但市长强调，台湾的疫苗注射率甲纽西兰同款，第4率也差不偌济，差到5%。指挥中心指告，会阁要求高风险6县市讨论估计日数减少做7天的可能性。和台北市长郭文泰会呛，紧急状况无需要去开会，但市长回应表示，牵涉的范围大，依然爱收集意见来符合社会需要。若爱中央赶紧宣布，不如较早准备应该爱准备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北、新北拢超过1,000例，因为确诊的人多，隔离的人就多。为着惊防疫系统会制载袂调，新北希望用自主健康管理，加强快筛方式来代替隔离。也若是台北嘛是按算讲，若是确诊的人数超过市府有法度应付的，就由企业到做基层的防疫工作。来检查那个内容。拍开关怀箱看内底物件，台北市政府市长郭文泰甲黄珊珊之前接触确诊者被国家隔离加隔第一天，2人分别去各行政区关怀中心视察。对未来疫情发展，郭文泰分析，本土确诊人数高峰可能差不多5万人。黄珊珊承认疫情大爆发，即卖防疫人力恐惊无法度对照确诊加隔离人数，企业是未来基层防疫的重要角色。就算我8万公务员都下来，还是没有办法服务每天5万人的量。所以一定是可能在职场，就是公司他自己要去确认他自己公司里面，如果确定有，他们可能就要通知他，然后请他居隔，然后给他防疫假。我觉得这个将来就是由各自的企业单位来负责，政府就是去照顾那个最需要的地方。台北市只是增加本土确诊1,017例，桃园市1,071例，新北市1,731例，也是全国上悬。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25会阁甲地方首长开会，除了因确诊是毋是将居家隔离日数减少到7天，也会阁一摆争取4万居家转型。几个转型里面，
一定要做居家快筛，加上自主健康管理。更重要，它匡列的对象里面，它是精准的匡列，匡列到确诊同住家人或亲密的接触者。那我们整个医疗的动能够确保。侯友宜强调，用居家快筛甲自主健康管理的方式取代居家隔离，减少居家人数，应维持社会正常动能甲医疗量能。台北市拢推动防疫人员比较医护人员用体检代替隔离。台北市自20日开始，新北已经定步中央得到同意了，就马上做。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国内4家拢欠快筛试剂，引起全联湘北、基隆甲桃园的分店，计共是摕2万分出来卖，不过是一声就去互抢卖了了。不过进前行政院捌讲4月24，也就是今仔日会拨快筛试剂去全国的通路，但是邮局说邮件是叫无回。也若是指挥中心今日是强调讲，用签名制卖试剂政策5月初才实施，网络顶咧风声的日期拢是假的。这放篮子。今天有快筛。快筛卖完了耶。卖完了。对。民众买无真失望，9点外检查试剂就卖完啦。全年伫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有药商接召的喜口的391间门市，有卖叶皮的检查试剂限量2万组，卖完为止，未少民众赶紧来买，就是因为这阵疫情一直唱悬，工作上也需要检查证明，造成大家拢买无。其实现在都买不到，因为小朋友他们公司要用，那都买不到啊。所以想说刚好这里，昨天看到新闻好像说可以，这里有，我就来买了。检查试剂无货，药局拢打出广告，不过每天也是有20-30人来问，药师也是真无奈，4家拢叫无货。进前行政院宣布123万5千剂的检查试剂，临时会补回到全国通路。不过基层的药局讲，并无收到这个通知，所以讲也无都来提供给民众。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接到任何的消息，不像以前的口罩，他会先来跟我们讲说会出多少口罩给我们，有哪一个通路商会给我们，现在完全都没有，我们已经排进去，但是说什么时候要到货，给多少货，目前都没有。民众想要买检查试剂，网络更加传出，2个检查的实名制就要来实施，大家拢打电话去药局问，指挥中心赶紧澄清，这是假消息，实名制5月初才正式来上线。下周一没有，这是一个假的讯息哈，请大家不要转传。好，那转传这是有处罚之余哈。快速检查实名制计数应该会使控制在一剂大票100块左右，每一张健保卡每一摆买1份5剂。但是中讲，这阵头一波会使提供1000万份。药师工会也伫调查有意愿参加的药局，这阵已经有4200间的药局加入实名制内底。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代替部分的员工反对公司化，佮有改革的内容，发起劳动节集体休假唔加班的活动。因为卡手调袂过来，所以台铁局宣布5月初一所有的火车车帮拢会取消，甲民众会失礼。不过工会是认为讲，交通部甲台铁一直咧拍避境牌，对交通无帮助。拍过台铁官方网站出现台铁局长杜伟签名的会师礼批，针对讲伊劳动节，台铁表定列车全部停驶向社会大众会师礼，因为劳动节这一天台铁工会发起依法休困无必加班，交通部规划应变方案，毋过民众无共款的看法。本来是要30到2号嘛，那虽然他停的是5-1，但是也是怕有什么意外，所以就取消了。对我们来说会不方便，但是就是尊重。如果是不能做，就干脆大家就不要出去这样。有的不太方便啦，有时候坐客运什么的，有时候不太方便。有人表示尊重台铁员工主张劳权，要民众认为确实影响回乡，也就是旅游的计划。台铁呼吁民众取消或者是改行程。因为现阶段工会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就是要撤回。那在这个时间点，在民众需要交通服务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工会去主张依法来休假，那这部分我们只能说内部持续在沟通。他们好像在打悲情牌，这样就是认为说工会好像不愿意沟通，决定要休假。但实际状况是，他们根本没有好好跟工会还有员工说明。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说明都不愿意做的话，那就是也没办法，我们要做这样的活动。工会认为交通部甲台铁一直拍避境牌，对交通无帮助。对了，佮表示抗议依法休困的主张，也坚持要求撤回已经完成初审的台铁公司化草案。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无偌久进前，疫情也阁稳定，民众注疫苗意愿是降低，甚至有疫苗是放甲过期讨价去。时间是差无1个月，情形煞是天差地，各地注射站拢排甲长落落。
亲像昨就有93000人去注射。今日伫咧台北车头甲捷运松山站的注射站，嘛是对透早都无用试试。捷运松山站一透早排队就排到落落长，拢是来自高端疫苗的民众，甚至下晡2点才要做的莫德纳疫苗，早时10点就有人来排队。疫情咧拖，未少民众赶来做疫苗。台北市卫生局24就伫台北车头捷运松山站安排，让民众现场挂号注射。怕排不到，因为我看现在最近很多地方疫苗都接种都满了，越来越多人确诊了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4表示，新增加本土病例5092例，带病一境80例，目前居家隔离人数79000人左右。新增加的确诊病例之中，增加一个重症，10个重症案例，目前中重症比率是0.36%。一位是重症，是50多位的男性，那打过3剂的疫苗。好，那他基本上有一个糖尿病的病史，好，那在加护病房，那使用呼吸器。重症的病例哈，从78人又增加10人，那重症的人数由7人增加1人，中重症解隔离的24人。疫情压关嘛，提升注预防射的意愿。23虽然是假日，但是注射的人数有93000多人。目前注一档的比率是84.5%，2档79.9%，对甲这个比率来到57.75%。明天会再把这个20万剂往下发，那总共会在有48万剂，有48万剂，那约略可以供90万人来施打。下礼拜中就应该有另外一批137万的疫苗会再进来。BNT、上海复星的3方的合约，还有辉瑞，相关的合约近日也会来签订。但市长表示，未来体检规划会伫民众自我体检的时，就使用快筛试剂，但是快筛出现阳性，则使用 PCR 体检进一步确认。快筛试剂是明仔的计划会并5月份开始实行。但时间我们约抓在5月初要来把实名制上路，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尽早。5月份在这个实名制上面，我们至少会提供5000万剂。但市长表示，确诊人数会继续行，成长速度会真紧。目前按照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估计，上悬点一天会增加4.5万的病例。若是以上悬一天增加10万例的速度，整体患病人数会有350万到500万。目前以这个数字来做预备准备。记者郭君正派文台北报道。根据统计，国内第3档的注射率已经57%，侪侪还未做的民众嘛，因为即卖疫情压关，想要去注射。不过，各县市的库存已经用到要了啊。指挥中心就表示，明仔载下晡48万档的莫德纳会地方，而且后礼拜嘛有137万档到货。时间正早起9点半，注射站的人已经少真济，原来是疫苗已经做完啦。未少人做无向医护人员报关，也未少人天一光就赶来排，真无简单排着站济，拢讲真兴奋。7点半过来的，可是我跑了2次过来啊，我排了2次。前面排很多人，只是后面说有的人就先走了啊，我就坚持到最后，所以终于排到残疾。疫情庆关，台中市24伫台内区加开注射站，原本按算提供160支莫德纳第3支，不过拄着大家拢咧抢，有的是拄要做第1支，实际做的只有120针次。规工落来，各地拢传出抢注疫苗，注射站拢是人。根据台中市卫生局的统计，到23第3支注射率是63.12%。不过疫苗已经库存无济，其中莫德纳只存2.4万支，高端3.2万支 ，AZ 甚至只存1800支。前面大概50-60个都是大概昨天晚上在这边过夜，基本上有就打这样是没错啦。其实现在连高端在短期间，它也都是可以有一个提供一个好的保护力。指挥中心23公布第2支注射率是79.71%，第3支是57.42%，第4是升悬到第2支是79.77%，第3支是57.75%。第4批莫德纳20万支也伫23到货，但市长表示，25会批发总共48万支莫德纳疫苗到各地。下礼拜也有另外一批137万支疫苗会到货，另外买 BNT 疫苗也已经要签约啊，请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中国目前也是坚持用列出所有病例方式的防疫，所以关卡真严。不过疫情到今也是压袂落来。
中国今日就增加2万多例，总确诊人数破20万，连北京嘛有22例本土。因中国人目前是自因国产的科兴甲国药2款疫苗，不过根据德国的媒体报道，中国官方看疫情压袂掉，有咧考虑要进口 BNT。中国疫情也是真严重，临时公布新增加本土病例21796例，总计确诊数超过20万例。封城的上海疫情也继续在拖，更加新增加39个本土死亡的病例，创下新高的纪录。就连首都北京也真少看新增加22例确诊，达到2位数，出现恶化情形。预期未来这个案例也继续增加。目前已隐秘传播了1周，感染者人群多样，活动范围广。目前已涉及学校、旅行团及多个家庭。中国防疫坚持动态清零，唔但引发变化，疫情无看例外，更加出现侵权的情形。不过，中国官方也是强调，会加强防控来阻止病毒伫社区中传播。因为老人甲囡仔疫苗注射率相对也是较低，疫情管控若放松，会造成大量的重症加死亡的情形。那它的结局可以看得很清楚，它肯定是广泛的传播。很多的重症和死亡，这个数量就是巨大的。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那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虽然中国主要依靠自产的科兴甲国药新冠疫苗，不过德国《明镜周刊》报道，随着上海这所在疫情一直拖，中国改变原先敢若用国产疫苗立场，考虑引进德国生产的 BNT 疫苗。报道讲，未来几礼拜 BNT 会甲中方的代表来展开谈判，有希望得到批准。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到第3个月，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将头一届举行国际记者会，宣布要甲美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会谈。伫这个侪国家的头人拢去乌克兰消停的时期，罗西亚的攻势犹原是无落软，甚至对徛假社会弹，包含一个3个月婴仔在内，上要有8个百姓死亡。俄罗斯军队23集中伫乌克兰东部甲南部地区来进行空袭，敢若是对南部乌海大港敖德萨就发射至少6粒的巡弋飞弹，其中有2粒无互乌克兰的车舰飞弹炸到，落伫个主题区的大楼公寓，造成8个人死亡，18个人受伤。死者名单有一个才3个月大的查某婴仔。迄天看完时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个基辅地下铁车站举行开战以来的头一场国际记者会时阵，武器真激动，批评俄军是大歹人。Началась, когда этому ребенку месяц был. Вы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вообще, что это для этих, что это вообщ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Подонки вонючие. Как их еще назвать? Других нет слов. Просто подонки. 就伫个马里坡阿索钢铁厂的乌克兰国民卫队阿索军团，23对国际媒体来发布妇女甲囡仔藏伫个钢铁厂地下室的影片。乌克兰当局讲，钢铁厂内底有将近1000名的百姓。Берите нас отсюда. Мы хотим видеть мирное небо. Мы хотим дышать свежим воздухом. Вы просто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что для нас сейчас значит покушать, выпить сладкого чая. Для нас это уже счастье. 马里坡是阿索军团的发源地，也是俄国总统普廷要提下上主要目标。泽伦斯基警告，若马里坡最后守军必杀，甲俄罗斯停火谈判会马上来终止。伊也单方面对国际媒体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离席到基辅盖会面，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美方造访基辅上高层的官员。泽伦斯基表示，到时阵伊会向美方来争取有关大型武器的代志。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转来看在地消息，今日嘉义以南的县市病例上介济是高雄市有145例，台塑林园厂的菌株案各计22个人确诊。嘉义的太保嘛有工厂有员工受疫情形，27个员工已经有20个确诊啊。另外，各县市小煞启动轻症自助叫号，屏东县的防疫计程车即马是宣布讲照跳表来收钱。确诊者去过市场继续来消毒，屏东市是新增加40例本土的确诊个案，这波总计已经达到379例，比去年5月Delta病毒的威胁确诊数大幅来升悬。这轮已经启动特殊照护44案，官府为着因应未来的需求，考虑防疫计程车风险来提悬，其他的县市也大部分收费。屏东县的这个防疫计程车也开始改用跳票的收费，开始实施居家照护哦，所以可能他们这个案量会比较多这样子。
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考量，所以县府这边才会让我们这个防疫计程车的部分开始做这个跳表收费。疫情无例外情形，嘉义以南的县市已过用市公布145例上罪，其中特定的5路场所搁再增加7例，大数啉饭厂互相烧话，22人去围掉。在裁剪之后呢，我们确定在2楼跟3楼的部分，在第2圈、第3圈的接触者，像同住家人的部分，目前是在昨天的扩采当中没有确诊者发生。嘉义县也表示，工厂互相烧话疫情，因为南北来回的送货员确诊，包括检查出太保市某工厂27名员工，其中已经有20人确诊，12例是嘉义县的个案，有7例是嘉义市的个案。工厂有分内厂跟外厂，那内厂的部分，目前我们有3个大家没有看到暗号的，是因为中央还没有公布的哈。随着确诊人数增加，嘉义县、嘉义市也拢启动特殊照护、轻重症分流、维持医疗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昨4月23是国际活动日，嘉义市政府邀请全国17间独立册店甲33个文创业者，做伙举办活动市啊，望民众体验看册趣味，嘛了解独立册店的精神。册档头前，民众专心找家己要爱的物件。4月23是国际活动日，嘉义市文化局甲在地独立册店邀请台湾各地有特色的独立册店举办活动来推广活动。当互咱了解到，因每一间的生存之道、推展读册这个文化，拢有无同款的手法。就是来这边可以就是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来遮参加活动的独立册店，每一间拢准备无同类型的册，有在地文化人权等等。甚至阁有册店家己做台语文的教具甲文创商品，要来推广台语。台湾的罗马拼音啊，这个其实已经在台湾用了100多年以上的这种拼音的方式，来教不管是不是小孩，外国人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学台语。每一个独立书店都是一个另类的微型图书馆，这是每个店老板都有自己着重的面向，跟想要跟他的读者沟通的理念。他这个活动跟一般的活动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文创，然后比较有亲和力，然后可以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嘉义市文化局表示，4月23是国际活动日，独立册店提供民众不同的阅读方向，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培养民众看册兴趣，和丰富阅读的内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世界真心息，南韩除了过吹暗以外，大部分的防疫甲集会限制拢已经取消。这3天的确诊人数拢维持伫咧10万例以下。首年6天世界塔最近就举行国际8冠的马拉松比赛，成800多人参加，显示讲南韩已经渐渐恢复过去的生活，走向甲病毒共存。伫逐个国际城中开始向顶头爬，因的目标就是这栋123层的6天世界塔。南韩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随着马拉松大赛停办了2年，今年恢复举办，近800万人参加。 코로나 이후에 이렇게 처음으로 다 같이 뜻깊은 행사에 참여할 수 있게 돼서 너무 기쁘고 어쨌든 세계에서 순위에 드는 높은 건물에 이렇게 완주하게 돼서 너무 기쁩니다. 韩国自4月18开始取消大部分的防疫措施，加集会人数的限制。不过，伫此外催暗令依然也未放松，所以参加比赛人也是会挂催暗。有一位67岁参赛者讲，这是疫情开始3年来伊所参加的第一场马拉松，所以特别欢喜。另外一位甲伊共系数伙伴也真欢喜。 마음도 후련하고 이렇게 같이 뛰니까 그냥 그동안은 그냥 혼자 뛰는 것만 했는데. 빨리 코로나가 없어지면 좋겠지만 힘들더라도 이런 대회가 많이 생겨서 뭐 좋은 일도 하고. 6天世界塔悬556公尺，楼梯有2917格，所以每一人比较位时阵拢是乒乓喘。今年马拉松赛结合公桥，为儿童自前组织募款，所以也看到一寡家长带囡仔最近来参加。虽然即马依然看袂到疫情的重点，不过南韩真侪活动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伫最近连续3天，单日的确诊拢维持伫咧10万例以下。记者综合报道。 最后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中部地区23度到32度，
南部地区23度到35度，东部地区23度到31度，外岛地区21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